主后2024年2月初1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持之以恒的信仰态度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出埃及记30章第1节到38节。你着用金合欢木做一座烧香的坛，是四方的，长甲宽拢45公分，悬90公分。坛迄4支翘起来的角，着甲坛连接做一体。坛的顶面四围以及遐个角，拢着用纯金包底，嘛着伫坛的四围鑲金线。你着伫金线的下面，坛的双边2支环管的顶面做2个金环，通穿光坛。着用金合欢木做冠，用金包底。你着将香坛放伫约柜前的帐帘头前，甲约柜顶面的挂相对，遐是我甲你相会的所在。阿伦逐早起整理灯火的时，着伫坛顶烧芳芳的香。到黄昏，阿伦点灯的时，嘛着烧香。恁着世世代代伫上主的面前不断安尼烧香，毋通伫即个坛烧别款的香，嘛毋通伫遮献烧化祭、素祭甲奠酒祭。阿伦着一年一遍用赎罪祭的血抹坛顶的4支角，甲香坛行洁净礼。恁世世代代着安尼做。这坛伫上主的面前是至圣的。上主阁对摩西讲：你调查以色列人人口的时，因逐个人着为家己的性命献赎金予上主，则免伫普早的时灾祸临到因。所有点算计的人，逐个着照圣所的工钱，摕6公克的银献予上主。所有点算计20岁以上的人，着将这6公克的银献予上主。好业人毋免出较济，善车人毋通出较少，逐个人拢着献6公克的银予上主，做性命的赎金。你着对以色列人收即个赎金，做会幕的路用，予以色列人伫上主的面前得到纪念。这是恁性命的赎金。上主对摩西讲：你着用铜做洗肠的盆甲盆座，下伫会幕甲祭坛的中间，内面缀水。阿伦甲伊的囝要伫遐洗手洗骹，因入会幕，也是我坛前服侍，献用火烧的祭物予上主的时，着用水洗，则免死。因着安尼洗手洗骹，则免死。这要做阿伦甲伊的后代世世代代永远的规例。上主阁对摩西讲：你着取上顶的香料，就是流质的木叶6公斤，芳的肉桂3公斤，芳的菖蒲3公斤，桂皮6公斤，拢照圣所的工钱，以及橄榄油4公升，照做香料的方法调和，做通抹的圣油。着用即个油抹会幕甲约柜，甲桌顶所有的器具，顶台甲顶台的器具，香坛、烧化祭的祭坛甲坛所有的器具，以及洗肠的盆甲盆座。你着甲因分别做圣，予因成做至圣。
所有摸着这个物件的，拢诚做圣。你着甲阿伦甲伊遐囝抹油，互因分别做圣，做祭司服侍我。你着甲以色列人讲，这油要伫恁世世代代做我的圣油，毋通倒伫一般人的身躯，嘛毋通用即个调和的方法做亲像即款的油。这油是圣的，恁嘛着甲伊当做圣。所有制作甲圣油共款的油，也是用来抹祭司以外的人的，着对人民的中间甲因激出。上主对摩西讲：你着摕苏合香、香梨、白松香这个香料，甲纯的乳香，逐项编动，用制作香料的方法做香，搁用盐调和，互伊清气圣化。你着摕一束仔即个香凝做粉，下伫会幕内约柜前。我要伫遐甲你相会，你着看这做至圣。恁毋通照即个方法为着家己做香，着看伊做圣，归互上主。若有人制作共款的香要偏芳，着对人民的中间甲伊激出。持之以恒的信仰态度。伫欧洲有一寡教堂内面会吊着一骹香炉，伫弥撒中，神职人员会甲香炉放落来，甲香点倒了后，搁再甲香炉抽起来，互伊来回摆动，互香芳气味充满整个教堂。这个仪式是照着献上芳香，甲荣耀归互上帝，搁代表所有人的祈祷直达天际，上帝拢有听到。大部分基督信教的教会并无即种献香炉的仪式，甚至为着避免用香祭拜偶像之嫌，就对即种仪式敬而远之。不过，拄去拜偶像的义女，袂当否认的，即种献香炉的仪式，确实会互人感觉气氛庄严。出埃及记30章第19、第5节，详细记载上帝交代摩西安怎去做烧香的坛。第6节交代即个香坛爱囥踮约柜头前外地的帐幕外，对着约柜的柜挂，就是上帝甲人相会的所在。身为祭司的阿伦，每日早暗拢着踮坛顶烧香，袂当弄断。对伫今仔日无烧香的基督徒来讲，这段经文的重点绝对毋是烧香仪式本身，反倒是持之以恒的信仰态度。基督徒自细汉到大汉，或者是对咱接受基督信仰开始，有偌济遍立志希望家己的灵修生活通袂弄断咧。咱总是希望会当每工读经祈祷，却往往半途而废，甚至简单维持几日久，都因为逐种理由就虎头鸟鼠尾。无持之以恒的信仰态度，会互咱常常伫有需要的时阵，才会想到上帝；伫有需要帮衬的时，才向上帝祈祷；伫需要安慰的时，才着想到读上帝的话语。安尼的信仰态度，也互咱常常陷入试探。上帝提醒摩西，毋通伫香坛顶烧献违禁的香，
甚至袂当伫香坛顶献其他的祭，因为伫规约中，香是献互上帝的圣物，伫香坛顶献烧香，代表对上帝的尊崇，所以香坛是袂当受绑拉绳的。基督徒向上帝祈祷，就亲像旧约的祭司向上帝烧香共款，是对上帝的尊重，毋是需要的时才做。读经也是共款，毋是需要的时才寻求上帝的话语，期望对内中得到帮助。持之以恒的信仰态度，毋单单是表现伫每一工的例行公事。祭司每年一遍用赎罪祭的血澆点祭坛的四角头，搁较着爱代代奉行。澆赎罪祭的血，表达出人是软弱的，必须倚靠上帝的恩典。这提醒咱，今仔日的咱，就算逐工读圣经、祈祷，真可能活出基督的样式，咱还是会软弱，搁得罪上帝。不过，这并无表示咱爱抱着罪疚感生活，反正是应该时时提醒家己，就算努力想要遵守信仰的教导，难免还是会有不足的所在。持之以恒的信仰态度，互咱搁较谦卑，看到家己的不足，提醒家己行伫信仰的道路，需要时时倚靠上帝的恩典。默想，我是毋是经常伫有需要的时阵才想到上帝，却袂记得必须持之以恒倚靠上帝，才当一直活伫恩典的中间。我是毋是经常伫有需要的时阵才想到上帝，却袂记得必须持之以恒倚靠上帝，才当一直活伫恩典的中间。咱来祈祷，亲爱的上主，虽然我经常失去持之以恒的态度，也求你保守我的心怀意念，时时提醒我倒转来你恩典的怀抱中，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，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